大家諗下一個問題先，你而家聽緊我講嘢，時間係咪一定向前行㗎？由細到大，我哋都覺得時間好老實。昨日今日，聽日跌爛咗嘅杯唔會自己跳反上，咖啡凍咗就唔會無啦啦變熱，所以我哋好自然就相信一句說話：時間一定有方向，而且只可以向前。但呢個諗法其實可能係錯嘅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好顛覆直覺又好迷人嘅概念，時間箭頭可能只係我哋嘅幻覺，因為喺最基本嘅物理定律入面，根本冇規定時間一定要向前流動。係咪已經有少少毛管動？我哋先由一個最基本嘅問題開始，點解我哋會覺得時間有方向？答案好簡單，因為變亂。你諗下，你間房乾淨嘅房好容易變亂，但一間亂到爆嘅房幾時會自己變返乾淨？幾乎冇可能。呢種由有序走向混亂嘅趨勢，物理學叫做熵增加，而我哋對時間方向嘅直覺其實就係建基於熵增加。我哋叫佢未來熵減少，我哋叫佢唔可能。但關鍵嚟啦，如果你睇返真正底層嘅物理定律，牛頓定律、電磁學、量子力學，甚至相對論，佢哋全部都有一個共同點：時間對稱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將一條物理過程嘅影片倒轉播，喺數學上係完全成立嘅。粒波撞牆彈返嚟，OK 牆吸粒波入去，再射返出去，數學都話冇問題，物理定律完全冇投訴。所以問題就變成，如果基本定律唔介意時間倒轉，點解我哋嘅世界偏偏唔得？答案好殘酷又好哲學，因為宇宙一開始本身就好有序，大爆炸之後，宇宙嘅初始狀態熵極低，然後一路向混亂演化，就好似你一開始擺好啲骨牌，之後一推啪啦，世界就展開咗。時間箭頭唔係定律逼出嚟，而係初始條件逼出嚟。換句話講，一句好癲嘅說話，如果宇宙一開始已經好亂，我哋可能根本感受唔到時間，冇之前冇之後，冇故事冇記憶，因為記憶本身就需要熵增加。你嘅大腦記住一件事，其實係一個不可逆嘅過程。咁再癲啲諗，如果有一個生物，佢嘅意識係反熵運作，由混亂走向有序，對佢嚟講，我哋先係倒轉活緊。佢會覺得，點解啲人會由灰燼變成木頭？點解煙會自己縮返入煙斗？點解杯會由碎片變返完整？而佢會好理直氣壯咁話，時間咪就係咁行咯。所以你開始見到一個好奇怪嘅畫面，時間唔係宇宙嘅基本設定，而係一種統計現象，好似溫度咁，冇一粒原子會知道乜嘢係溫度，但成堆原子一齊就出現咗溫度。時間方向可能都係咁誕生。再諗深一層，如果物理定律唔分前後，而我哋嘅感覺又只係熵嘅副產品，咁過去同未來真係有本質分別咩？又或者佢哋其實同時存在，只係我哋嘅意識被困喺某一個方向導航？呢度就好接近哲學，甚至有啲驚，可能整個宇宙唔係流動緊，而係一個已經存在嘅整體，而你所謂嘅而家，只係你意識掃描緊其中一格，就好似睇漫畫，成個故事早就印好晒，但你一頁一頁揭，就以為故事發生緊。所以最後想留一個問題俾大家：如果時間箭頭真係幻覺，如果向前只係我哋嘅錯覺，咁你而家做嘅每一個選擇，係正在創造未來，定係只係喺已經存在嘅宇宙入面行緊你注定會行嘅一段路？大家諗下，或者時間唔係帶我哋前進，而係我哋喺時間入面醒緊，係咪好神奇？